2025年度上班感恩會現在正式開始。各位家長早晨，今日好多謝各位家長嚟臨出席我哋嘅感恩會，亦都特別多謝英大江校監嘅出席。首先，我哋有請英大江校監為我哋致歡迎詞。各位家長早晨，今日大家係咪好開心呢？頭先我行入嚟嘅時候呢，都聽到好多歡笑聲啦。因為今日大家喺畢業禮之後，再一次近距離再睇到你嘅小朋友出席今日嘅感恩會，咁所以呢個呢係非常之難得嘅。因為係感恩會啊，咁即係話，在小朋友嚟講呢，大家今日會聽到佢哋對老師嘅感謝啦，因為佢哋呢由 K1 開始一路學習都係由老師教導，使到佢呢一路畢業啦。咁咧亦都當然啦，都係要感謝父母嘅，因為父母呢日日都帶佢，除咗帶佢返學啦，每日嘅悉心教導啦。我相信呢，大家做父母嘅呢，都係一路喺呢3年裏邊呢，都係好關心你嘅小朋友。咁我哋中國嘅有句話係3歲定80，即係話佢由3歲開始呢，就要學習啦。所謂嗰啲驗報咧佢話驗於清則清，驗於藍則藍。咁如果你喺3歲嘅時候學到好嘢咧，咁你梗係好嘅成長。如果你話喺3歲嘅時候學到啲唔好嘅嘢咧，咁佢自細咧又係唔得一個好嘅成長嘅。咁所以咧，今日能夠有呢個感恩會咧，小朋友咧佢一定係要多謝老師啦，以一首梁思頌咧嚟到去感謝老師。咁父母養育之恩咧，當然亦都要佢哋以一首橋嚟到感謝父母嘅。咁咧亦都係我哋要感謝天父喎，因為佢能夠賜俾我哋一個天父嘅花園。講起天父嘅花園咧，咁大家都知道啦，真光幼稚園咧已經係超過60年啦，因為佢喺61年開始辦學嘅，咁20幾年啦，係咪啊？前後都25年啦。最初咧呢個天父嘅花園咧，只係得1班嘅啫。喺61年嘅時候，咁喺禮堂裏邊咧係1個課室。第2年咧升 K2 啦，於是有2班啦。跟住第3年 K3 啦，就3班。咁禮堂咧最多只係得4班嘅啫，間到4個課室。咁但係當時嘅學生咧非常之擠擁喎，喺60幾年。咁所以咧我哋校董會咧先至係諗下點樣去建築一個校舍。咁所以就係籌劃咧起呢個副堂嘅課室啦。咁副堂課室咧4個大課室，一個細課室。咁加埋禮堂嗰4個課室咧，總共有9個課室啦。咁即係話咧，越嚟越大啦！呢個天父嘅花園，個花園越大咧，當然個園丁就越多啦。咁所以咧，呢啲園丁咧就係我哋嘅老師啦。咁而家咧最初由1班至到而家咧係上午18班，下午18班，咁變咗咧即係兩邊加埋咧就36班嘅。咁呢個花園
咪越嚟越大咯。咁大家都會睇到啦，我哋幼稚園咧兩邊咧加埋咧有400幾個畢業生。咁啊喺而家呢個出生率、學生嘅人數唔夠嘅時候咧，我就有個意願咧，其實都好多年咧嚟到去希望能夠達成嘅咧，就係我哋學校咧做二校咧就要做返呢個平衡班啦。所謂平衡班咧，即係 K1、K2、K3 咧，即係每級都係3班，咁就唔使咧，好似今年咁二校咧有4班嚟到畢業。明年咧人數畢業啊少啲啦，咁喺嗰個行政上咧都係唔係咁處理得好嘅，所以趁今年咧學生入讀嘅唔係多咧，我哋將佢咧及時咧轉翻做平衡班啦。咁啊轉翻平衡班嘅時候咧，咁咪變咗空咗一個課室咯。雖然空咗個課室，但係我哋咧就係都係有啲消息放出去，就話如果係有嗰啲高班嘅插班生咧，都可以嚟到報讀。如果有，咁我哋就可以照收；如果冇嘅，我哋都唔緊要嘅，都係1年啫。咁啊，第2年之後咧，我哋又可以收翻晒全部嘅學生。咁所以咧，就今年咧就有呢個平衡班嘅計劃嘅。咁啊變咗咧就係收少咗人啦，但係喺而家嘅出生率咁低嘅時候咧，就啱啱好嘅。所以喺呢個時候做平衡班咧，就非常之合適啦。咁所以咧，我極之咧係，我亦都係要對天父嘅感恩，因為我由開幼稚園咧，我就已經開始服務教會嘅校董會。咁啊由一班一路至到現今啦，一間幼稚園有18班，上下午。咁所以咧嗰個進展咧係非常之大。咁我哋因為呢個都係由天父嘅帶領，使到我哋咧有咁嘅機會，有咁嘅地方嚟到去收呢個學生嘅。咁所以今日咧就亦都我同大家家長咧都係一樣懷着感恩嘅心情嚟到參加呢個感恩會嘅。咁啊喺每年嘅感恩會咧，我有一樣咧我就好關注嘅，就係家長嘅心聲啦。我就好中意聽家長嘅心聲。我回想起以前嘅第一次感恩會嘅時候咧，嗰啲家長咧好怕醜嘅，講嘢咧都好驚嘅。但係而家越嚟越犀利啦！嗰啲家長企出嚟講佢嘅心聲嘅時候咧，哇！真係詞鋒犀利啊！比起以前咧，真係進步神速。因為大家都有好充分嘅準備，所以今日呢個感恩會，我亦都係要祝福畢業嘅同學，畢業之後嚟到進入小學，更有好嘅成長。嗱，咁啊講開畢業咧，真光學嘅幼稚園嘅學生咧，的確係好叻嘅。點解咧咁？嗱，咁大家家長知唔知道真光幼稚園二校咧本來係咩地方嚟㗎？知唔知啊？知道嘅舉手。好，有少少知道。因為咧二校嘅課室咧，其實以前係真光小學。真光小學咧，
我就服務真光小學咧31年啦，即係話我喺嗰度咧教書教學咧31年。咁啊由老師到升主任、升副校長，咁我都係最叻都係升到副校長啫，升唔到校長喎。但係咧，我哋真光幼稚園嘅學生就巴閉啦。喺幼稚園嘅裏邊咧，有3位學生咧係我教過噶啦，都係女學生嚟嘅。佢哋咧就喺元朗區咧做校長啦，升任咗校長。所以我見到佢嘅時候咧，我都同佢講話啊，你真係青出於藍啦！啊，我最叻都係做到副校長啫，你哋而家已經做到校長啦。咁啊，3位都係由幼稚園、真光幼稚園、真光小學嚟到畢業嘅。咁3位校長當中咧，其中有1位已經係退咗休啦，仲有2位咧，而家咧仲未退休嘅。咁佢哋嘅每年嘅畢業禮咧，都邀請我去參加佢哋畢業禮。好多時候我都係出席嘅，但係咧好多時撞屆啊，參加唔到。因為喺畢業6月咧、7月咧，好多校嘅畢業禮，咁所以有時咧就出席唔到啦。咁所以咧，即係證明咧，真光幼稚園嘅學生咧都係好叻嘅，唔單止係校長，喺小學裏邊咧都有做副校長或者係做主任嘅崗位嘅。咁所以咧就喺呢段時間咧，即係我感覺到都係非常之榮幸啊！因為真光幼稚園咧嘅學生係咁叻嘅，咁當然啦，學生嘅成長除咗學校，都係要有家長嘅配合，咁先至能夠成長嘅，有好嘅成長。咁所以我喺今日咧，繼續我就請各位家長咧繼續支持我哋真光幼稚園嚟到俾我哋咧有更好嘅成績。咁我就最後咧，我就係祝福各位家長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多謝大家。唔該，英大江校監。相信3年嘅幼稚園生活嘅對小朋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階段，因為幼稚園係小朋友讀書生涯嘅第一個地方。過程當中唔止係學咗好多唔同嘅知識，而且仲學習點樣去同人相處。而家我哋預備咗小朋友嘅校園生活片段，請大家細心欣賞。這樣正炫耀，尚能夠看見夜空星光照。望眼依然遍野百花爭豔，優美猶如人間素描。朋友能看是奇妙，凝神細聽風騷熱意說永遠，樹上無數雀鳥唱粵語曲調，提案聽着遠方深海掀起了浪潮，靈物恬靜處讓我感恩，靜待破曉。多慶幸我仍可歌頌呼叫，慶幸仍舊有生命才讚嘆造物奇妙，用我口述說由衷真摯的感謝，尊重主的恩惠一生不缺少。多慶幸我仍感到脈搏於心跳，存活世上原非僥倖，因情未可忘掉。
說有種真摯的感謝，全宗主的恩惠一生不缺少。多慶幸我亦感到脈搏與心跳，全沒世上原非僥倖，因情未可忘掉。在這天，讓你仍可窺見碧海藍天，唯願你凝望多一面。多慶幸我仍感到脈搏與心跳，全沒世上原非僥倖，因情未可忘掉。在這天，讓你仍可窺見碧海藍天，唯願你凝望多一面，唯願你悠然靜聽風在笑。抬頭我看到係咪好精彩、好感動呢？但係仲未見到我哋一班主角出場喎，相信佢哋都等得好心急啦。依家我哋就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進場啦！全體嘅畢業同學都着住整齊嘅畢業袍，佢哋話要喺今日為我哋唱出畢業歌。有請全體畢業同學、畢業生請起立。
畢業生請坐。喺今日嘅日子，每一位小朋友都話好唔捨得老師，佢哋想藉住呢個機會多謝各位老師，多謝老師呢3年裏面悉心嘅教導同埋愛護。現在有請各位高班代表出嚟致送一點心意，俾3年裏面盡心盡意教導佢哋嘅老師。同時，我哋有請高班老師一齊上台接受小朋友嘅心意。現在有請上午高班 A 黃宇森老師、練海璇老師；上午高班順班譚子穎老師、李慧雲老師；上午高班 B 關宇飛老師、羅佩芳老師；上午高班望班鄧穎賢老師、李文嘉老師；上午高班 C 戴卓欣老師、黎雅賢老師；上午高班外班盛思文老師、潘永文老師；上午高班善班鄧以山老師、徐銘慈老師。有請畢業生代表。依家有請畢業生代表將一束鮮花送俾老師，仲要攬住老師錫佢一啖啊！咁開心嘅時候，當然要影返張相留念啦！請拍照。唔該，畢業生代表。我知道高班嘅小朋友仲準備咗一首歌送俾老師，依家就請你哋一齊唱出《梁思頌》，表達對老師嘅敬意啦。畢業生請起立。
請畢業生仍然站立。聽到小朋友送上嘅梁思頌之後，我哋有請畢業同學先行離座。喺今日嘅感恩會，各位家長能夠一同見證住小朋友喺真光幼稚園3年裡面嘅校園生活。而家小朋友要畢業啦，各位家長一定感受良多。我知道在座部分家長都想藉住呢個機會講下佢哋嘅心聲，可能亦有啲嘅家長比較怕醜，未必想上台分享。但係各位家長嘅心意，相信校長、主任同埋各位老師一定會感受得到。所以以下落嚟嘅時間，我哋安排每一班都有一位家長作分享，以表達佢哋對老師嘅謝意。為咗令流程更順暢，如果家長有心意想送俾老師，請喺活動結束後接返小朋友嘅時候先送上。多謝大家配合。喺呢度都多謝各位家長嘅支持。事不宜遲，我哋有請每班家長代表上台分享。請以下家長到台前準備。上高 A 徐希佑家長，上高 B 邵安希家長，上高 C 曾奕軒家長，上高信林子賢家長，上高望鄧純義家長，上高愛許宇軒家長，上高善鄧樂之家長。首先請上高 A 徐希佑家長。原來要企台中間，我以為可以企埋一邊。校董、周校長、李校長、各位副校長、主任、老師、家長們，大家好。我係徐希佑媽媽，我叫羅如珊。我今日非常榮幸可以代表上高 A 班做分享。喺我工作入面，我經常遇到唔同嘅老師，所以我從來都唔覺得做一個老師係一件好容易嘅事，但喺呢3年裏面，我好感恩我嘅小朋友遇到一對好好嘅老師，就係黃老師同連老師。我重新確認，甚至可以話驗證呢份工絕對係全世界最難做嘅一份工。你諗下，我哋喺屋企教我哋嘅小朋友寫一篇字，叫佢哋快啲啦，寫快啲啦。係幾咁辛苦，而佢哋一次過係要教30個小朋友。再講，我哋喺屋企都係做下家務返工，但係佢哋日日都要彎低身跪喺度 match 返小朋友嘅高度，同佢哋講嘢，照顧佢哋。如果係我嘅話，應該腰酸背痛，冇覺好瞓。另外 K1 嘅時候，我個仔仲未戒片，佢就已經嚟咗真光。佢又唔識戴口罩。啲病菌周圍係咁飛，多謝老師嘅包容，多謝咁多位嘅家長嘅包容。所以你話做老師幾辛苦，真係要一個超強勁嘅體魄先可以肩負呢個重任。仲有我哋未講嘅係30份 portfolio， 排山倒海嘅備課同埋行政工作，呢啲都係佢哋每日要兼顧嘅嘢。所以我哋嘅家長群裏面，成日都有一個迷思，我成日都聽到佢哋話，究竟黃老師同連老師係點樣做得到㗎？我哋可唔可以俾啲掌聲呢兩位老師？其實老師嘅功力真係唔係現身先感受到嘅。前排我哋 A 班，我哋 A 班喺邊度？舉手舉手！我哋自己去影畢業相，哇！真係好似一個動物園咁樣，周圍走。但係我哋嘅攝影師姐姐都好醒，佢突然之間嗌：黃老師 FaceTime 打嚟啦！跟住我哋全班小朋友個個都企定定，眼定定咁望住個鏡頭。哇！呢種強大嘅氣場，我哋家長真係非常感恩。對住我哋嘅小朋友有好有愛，但係對住我哋啲家長，兩位老師都好有愛。老師從來都冇令我覺得我係一個好差嘅家長。相反，我哋不時會收到老師嘅溫馨提示，佢會用千方百計咁樣確保我哋收到學校嘅信息。
例如我哋放學嘅時候，黃老師、老師會舉牌好似接機咁樣寫晒聽日要着咩衫、幾點到學校、帶咩書翻嚟。如果我哋工人姐姐冇影到嘅話，佢又會寫情信俾我啦，擺喺我仔個功課袋嗰度啦。但係我再唔回應嘅話呢，佢就會揾同班嘅媽媽揾我噶啦。佢話：喂，子穎媽媽講同你又媽媽，你未簽通告啊？快啲簽啦，快啲簽啦咁樣。所以我除咗覺得好搞笑之外，我覺得心裏面真係好有一份溫暖嘅喺呢個學校嗰度，因為老師從來都冇放棄過我哋呢班家長，就算我哋幾忙幾大頭蝦都好，佢哋都係對我哋咁有愛嘅。除咗對老師對我哋學生嘅有耐性，老師更加對我哋啲小朋友因材施教，用盡心思去教導每一位小朋友。心月媽媽最近同我講話，心月入學嘅時候係一個10級內向嘅小朋友。喺呢3年裏面，全靠黃老師同練老師用心同埋愛去帶同啟發佢。到今日大家都睇到心月係開朗咗幾多，進步咗幾多。呢個就係真光幼稚園俾嘅魔力。無論小朋友嘅本性係點樣，佢哋都有本事同埋能力，用愛去灌給佢哋，令到佢哋閃閃發亮。喺3年裏面，我哋睇到佢哋由一個字都唔識，到而家好精靈咁樣企喺台上畢業。我知道老師真係付出咗好多好多。學校唔止淨係拖住小朋友嘅手，其實亦都拖住我哋身為父母嘅手。最初由幼稚園適應，到一齊去旅行，到一齊而家揾小學揾到啦，我哋畢業啦，種種都係大家一齊行過嘅一條路，創造咗好多好多美麗嘅回憶。老師用咗30年時間，帶住30個家長、30對小朋友，一齊完成咗24次旅行活動表演，足足返咗600日學啊！大家俾啲掌聲，所有老師、校長、家長、義工同埋所有工作人員，呢個路程真係唔容易。最後我想多謝嘅就係 A 班嘅家長，我哋有緣認識，我哋有緣一齊努力，一齊扶持。希望我哋可以保持聯絡，感恩有你哋呢班戰友，祝大家永遠健康快樂。最後我想邀請大家呢，我哋用 A 班讚賞小朋友模式去多謝2位老師。我哋會先拍手，跟住講道謝嘅説話嘅，例如係咁樣嘅：拍拍拍拍拍，黃老師、練老師你好叻！大家可唔可以一齊同我講一次啊？OK， 預備咯喎，3、2、1 ，Go！ 拍拍拍拍拍，黃老師、練老師，你好叻！多謝。多謝徐希佑家長嘅分享。接住有請上高 B 邵安希家長，唔該。英校監、周校長、李校長、各位老師同埋各位親愛嘅家長，而家呢，我哋見唔到我哋親愛嘅活潑嘅小朋友，不過我都同佢講：大家好，我係呢上高 B 班邵安希嘅家長。時間其實時間呢真係過得好快，3年前呢，就拖住安希嘅手嚟到真光。好開心同學可以嚟到真光幼稚園，但係眨下眼3年啦，佢哋已經着咗畢業服，佢哋今日係最後一日喺真光幼稚園，所以我相信在座嘅所有家長都好唔捨得原來細路仔係成長得咁快嘅。我有個大女安月都係真光畢業嘅。2個小朋友都喺真光畢業，因為我深信真光幼稚園可以令到我2位小朋友可以健康快樂成長，更加相信真光幼稚園可以帶領同學可以呢揾到一個正確嘅成長方向。今日我代表上高 B 班嘅家長，好感激學校每一位嘅老師同職工。特別係感謝我哋2位班主任，我哋上高 B 班家長，請你咧用熱烈嘅掌聲，係啦，就係關遠飛老師同埋羅佩芳老師。
我哋小朋友啱啱入學，你哋咧就好温柔，每日都同佢哋講早晨，每日都拖住佢哋手教佢。咁家長話咧，其實老師好辛苦，係嘅，因為咧教佢哋寫字唔容易，但係老師咧好細心，一筆一筆咁教佢哋寫字，教佢哋學識做人嘅道理。多謝你哋兩個。咁其實咧，除咗兩位班主任咧，我相信咧，我哋其他嘅教職員咧都好用心。我哋咧都好多謝我哋嘅普通話老師啦、朱家玉老師啦，同埋 Miss Victoria。咁佢哋咧其實咧就係讓小朋友好有信心學識咗普通話同英文。佢哋可以咧係用唔同嘅語言咧，同同學、同出邊所有人咧都可以咧好有自信去講唔同嘅語言。呢個就係真光教導佢哋嘅。仲有除此之外咧，我都好希望咧所有嘅家長，我誠意邀請各位在座家長咧，請你用熱烈嘅掌聲去感謝我哋所有真光幼稚園嘅教職員，因為係佢哋嘅默默嘅付出，小朋友先可以開開心心咁返學，咁快快樂樂咁離校。請各位家長用掌聲咧感謝我哋所有真光嘅上下教職員，因為係佢哋陪伴我哋嘅小朋友走過呢一段最重要嘅童年嘅時光。我嘅小朋友安希咧係一個好熱情開朗嘅小朋友啦，佢好中意群體嘅生活，都好中意咧去嘗試唔同嘅事物。真光幼稚園就係冇限制小朋友嘅發展，佢可以有源源不斷嘅機會俾我哋嘅小朋友去嘗試唔同嘅嘢，普通話朗誦比賽、英語嘅歌唱演出，讓同學咧可以有唔同嘅機會咧去踏足呢個舞台，所以去發揮佢自己嘅能力，同埋培養佢嗰份嘅自信。在座各位家長，仲記唔記得我哋6月份嘅畢業表演啊？有冇印象啊？我相信咧，各位家長咧，其實咧係第一次咧會見到同學咧係閃閃發亮喺個舞台上嘅。咁好可惜，而家小朋友唔喺度啦。但係我想問一問家長，你覺得小朋友嘅表演精唔精彩啊？係啦，精彩。我哋咧自己班嘅家長都話：哇，好感動，好叻啊！覺得小朋友喺上面，因為唔同班嘅小朋友係表演唔同嘅嘢啊，唔係一個倒模式㗎。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咧，我哋老師好犀利啊！點解可以訓練咧咁短嘅時間可以訓練得咁精彩，而同學都係好犀利啊？原因係咩啊？你會發覺佢好有自信，好投入咁去參與呢個表演。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各位家長嗰日咧，你應該睇到咧眼濕濕，同埋咧，你會發覺原來咧小朋友佢嘅能力係無限嘅，佢可以喺舞台上閃亮嘅。所以呢一份嘅自信就係真光培育小朋友有呢一份自信。多謝真光幼稚園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帶住呢一份咁珍貴嘅禮物畢業。最後咧，我都想講下，原來咧我哋嘅真光幼稚園咧好多謝，因為佢唔單止喺個課程上啊，仲有一樣嘢咧，佢哋可以帶佢哋出去玩啊。咁帶出去玩咩咧？大家啱啱見到啲相都見到啦，佢哋去超市買嘢，佢哋去迪士尼，佢哋去海洋公園，仲有濕地公園，仲可以參觀唔同嘅嘢。呢個就讓學生開拓咗佢嘅眼界。仲有唔單止喺出邊，真光幼稚園咧，仲係令到一啲嘅知識帶入課室，同學可以咧通過導盲犬嘅互動啦，同埋咧睇到國粹變臉。咁同學其實正係培養緊佢嗰種嘅關愛同埋同理心。呢啲就係真光幼稚園喺課程以外額外俾到同學從小嘅培養，所以感謝老師同埋各方面都有一個咁好嘅課程同埋活動，俾到小朋友咧學習到一種嘅同理心、關愛，呢種嘅親身嘅體驗，呢種嘅快樂嘅經歷，令到佢可以更加牢固佢嘅知識。正如我哋校訓所言啦，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係到老他也不偏離。
真光每一位老師都用愛心與智慧，為孩子鋪設一條正確、光明、充滿希望嘅道路。呢份真光嘅精神將會一生一世陪伴同學。喺呢度，我想同在座嘅畢業嘅家長講一聲，小朋友喺我哋嘅陪伴，佢經歷咗一啲嘅牙學語，而家已經獨立，佢就嚟入小學咯。我哋呢，其實我諗家長呢都會繼續面臨咁挑戰同轉變。咁呢，希望呢家長們，我哋大家互相勉勵。希望呢喺小朋友嚟緊讀小學嘅時候，家長我哋都係呢孩子呢最堅實嘅後盾。我哋呢保持耐性，真係要有好充足嘅耐性，因為面對孩子好多時會引發咗你無窮嘅怒火。不過記住，請用包容、用愛去包容小朋友未來嘅新嘅環境適應，同埋都要識得放手，因為小朋友成長啦。放心，真光幼稚園呢為我哋嘅小朋友呢打好咗好穩固嘅基礎。我哋小朋友呢可以帶住呢一份嘅基礎呢去面對緊我哋嘅小學嘅挑戰。好啦，最後呢我都想祝福各位家長，希望你哋都係身心康泰，同埋生活美滿。最後再一次感謝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祝大家生活快樂。多謝邵安希家長嘅分享，再請上高師曾奕圈家長。校監、周校長、李校長、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大家好，我係上午高班師嘅曾奕圈家長。今日我好開心可以企喺度同大家分享我嘅感受。我記得3年之前圈圈嚟返學嘅時候，我係好擔心啦，同埋好緊張。雖然我自己都係做老師，但我好驚我自己嘅小朋友會唔會周圍走啦、唔聽話啦，或者跟唔跟到老師上堂嘅。但係每一次帶老師呢，都會放學嘅時候同家長分享返小朋友嘅小趣事啦，要進步嘅地方啦，或者佢今日叻咗嘅地方，令到圈圈呢都可以好快適應學校嘅生活。圈圈由一個唔係好識得禮貌嘅小朋友，變成一個會主動打招呼啦，由以前唔係好願意分享零食嘅小朋友，而家會願意主動分享啦，仲成日都要講話小朋友要相親相愛㗎，係大老師話㗎。呢句説話呢掛喺嘴邊，係你哋嘅愛令到佢哋呢變得勇敢同埋逐漸咁樣成長。我記得有一次圈圈咳咗好耐，但老師仲提醒我，佢咳咁耐有啲嘢要注意喎，仲教我點樣去煲湯。雖然我唔係一個煮飯嘅媽媽，但係我都會好努力去學習嘅。咁佢嗰刻好感動嘅，係因為我知道佢唔單止當啲學生係學生咁簡單，仲係當咗係自己嘅小朋友、細路仔。而黎老師咧，總會有一種好神奇嘅魔力㗎。佢咧每一次都可以好快安撫到小朋友嘅情緒啦。每一次佢迎接小朋友或者迎接家長嘅時候啦，都係會笑咪咪咁開心嘅。仲有好多謝學校啦，就係搞咗咁多嘅活動啦，親子運動會、故事角色扮演日、中華文化週等等。每一次小朋友參加完活動咧，都非常之開心，收穫嘅唔單止係肚臍餅咁簡單，仲要係好好嘅學習回憶同埋學習體驗。我知道真光團隊嘅背後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啦，開咗好多次會啦，購買物資啦，同埋可能安排車輛等等啦。你哋做咁多，都係想小朋友學多啲、睇多啲。我哋家長呢都係見到嘅。多謝你哋嘅耐性、愛心同埋堅持。你哋每一句嘅鼓勵説話同埋笑容呢，都係埋藏住喺小朋友心入面嘅好種子。第時呢粒好種子呢，一定會好好咁樣發芽、成長、開花嘅。仲要好多謝上午高班師嘅家長，我每一次打開個 WhatsApp group 咧，都有好多溫馨提示喺度，總會覺得自己唔係孤軍作戰。由功課備忘啦，去到天氣預告、黑色暴雨要小心返屋企啦，咁每一句咧都係即時嘅支援。好多謝你哋，令到我喺呢條育兒嘅路上變得冇咁緊張同埋擔心。亦都要好多謝我哋嘅小寶貝啦，好多謝你哋揀咗
我哋做你嘅爸爸媽媽，令到我哋嘅日子由平凡變得不平凡。雖然我哋未必係一個100分嘅媽咪，但我哋會盡力將最好嘅嘢俾你哋。最後有啲希望真光幼稚園收生滿滿，校長、主任、老師、工友們都工作順利，主恩滿溢。多謝。多謝圈圈媽咪嘅分享。請上高信林子賢家長可以上台分享。校監、兩位校長、各位老師、主任、各位家長，其實我爭啲咧就唔係子賢嘅媽咪嚟㗎啦，因為我初陀佢嗰陣時，醫生同我講，其實你保唔住呢一胎啦。咁到我細仔喺 NICU 要等做手術咧，我係跪喺度求醫生，我求下你救下佢啦。佢其實半個月大嘅啫。咁所以今日見到咧，各位小朋友可以由 K1 好懵懵懂懂咁樣行上嚟表演，到而家好自信咁唱起畢業歌，我覺得我哋呢班家長其實係好幸福，因為呢個世界好多嘢真係唔係必然嘅。咁我哋亦都好幸運嚟到真光，因為呢度我哋有一班好肉緊、好上心嘅老師。我係曾經試過7點都收到班主任電話。哎呀，子賢媽咪啊，你唔使咁擔心㗎，佢轉咗嚟上晝班，佢好適應㗎啦，個個小朋友都歡迎佢，好中意同佢玩咁。我記得我喺手冊度咧，亦都同老師寫過一段説話。其實老師參加過好多次親子旅行啦，但係偏偏因為工作嘅關係咧，其實佢哋錯失咗好多同仔女相處嘅時間，好多學校嘅活動都參加唔到。咁我覺得做老師咧，其實犧牲自己嘅時間，成就其他人嘅孩子，咁所以我真係好多謝真光各位教職員，係因為你哋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好開心咁樣返學，亦都快快樂樂咁返屋企，甚至乎同我講：媽咪，我食咗4碗通粉啊，加咗2個蛋撻啊，咁樣咁。咁我覺得仲有一班上高信嘅家長，我哋影咗輯好靚嘅畢業相，有一個好好嘅回憶。多謝李慧雲老師，多謝譚子穎老師，多謝黃寶思老師，多謝賴美珍老師。其實我知道幾分鐘嘅片段啊，或者你帶小朋友出去嘅活動，係經過好長時間嘅安排，確保佢哋愉快學習、安全咁返到嚟學校。其實好多嘅付出呢，家長係知嘅。最後，我衷心希望各位畢業生健康快樂。第日再多嘅難關，同爸爸媽媽一齊迎難而上。多謝各位小朋友俾爸爸媽媽無條件最純真嘅愛。多謝愛具仔女豐富我嘅人生。我覺得做媽媽係我人生最大嘅成就。再次多謝真光，多謝大家。多謝子賢媽媽嘅分享。然後請上高望鄧純義爹哋上台。早晨，校監、校長，各位老師早晨。我係高班望班鄧純義嘅爸爸。今日好榮幸有機會喺度講啦。不過我發覺原來排位都好緊要嘅。原來前面講咧，我未講已經開始想喊，到而家原來都開始有啲情緒，係。咁我個仔仔咧就由5、6年班已經開始，唔係5、6年前已經開始要讀啦，直到而家個女啦，都其實5、6年啦。咁咧佢哋嘅返學放學咧，大部分時間都係由我接佢嘅。咁唔知點解我個仔咧，可能要認叻啊，或者要有型啊，成日都同我講話，爸爸一定要第一個接我放學嘅。咁到佢畢咗業啦，我諗住鬆一口氣啦，唔使咁早嚟啦。但係我個女可能知道呢個福利，佢就同我講，佢都要咁樣做。咁我就冇辦法啦，咁公平嘛，大家都要咁樣㗎啦。咁唯有可以喺每日嘅日曬雨淋啊、落雨都好啊，我都會盡我能力最快去到學校門口。咁可能學校門口頭嗰幾個位咧，都有唔少我嘅汗跡㗎啦。咁時間過咗啦，咁過得好快啦，直到早2日。我同佢最後一次返學嗰時，就喺度行喺度諗，
好似冇幾耐之前先同哥哥一齊拖住哥哥第一日翻學，仲咁眨下眼，而家又拖住個女準備告別佢呢個兩個一齊成長嘅地方。咁但係好奇怪，嗰刻我冇終於鬆口氣啦，唔使日曬雨淋咁辛苦啦。但係反而係覺得好唔捨得，好唔捨得呢個好熱嘅感覺啊！因為我冇得再接啦，咁點算呢？咁阿女一開始翻即係啱啱嚟真光幼稚園讀嗰時咧，佢就好似唔係好想翻學，好內向啊，好慢熱啊咁。但係眨下眼到佢畢業嗰時咧，到翻學嗰時咧，佢頭都唔會就咁直衝上課室，有時拜拜都唔會同我拜拜揮手。咁佢有時放學咧就會去不斷同我講翻上堂做過啲乜嘢啊，點樣關心同學啊，點樣做過啲乜嘢啊咁。咁呢個成長我都覺得好，同我老婆都覺得好安慰，都係有轉變有成長。咁呢方面我都好多謝鄧老師同埋李老師嘅同埋其他老師嘅悉心嘅照顧同埋嘅教導啦。除咗喺書本上教佢哋嘅 ABC 啊、加減啊，都可能會教佢一啲好簡單嘅人生道理啊、一啲秩序。咁我都知道係上一個課堂都會有一個好難、好困難，因為曾經我都有機會俾咗一個機會我同小朋友做咗一節嘅講堂。咁樣我諗住好簡單，一節時間好快脆過啦，但係原來準備嘅功夫咧都好難嘅，你要關心佢佢會唔會明唔明啊？點樣講佢哋會明白啲啊？點樣整會簡單啲啊？咁會搞咗好耐，好啦，到去到嚟講嗰日啦。咁同學嗰啲踴躍情況啊，嗰啲情緒，哇！我直頭係有時失控咁，我覺得哇！啲老師真係好厲害啊！對於咁多個人都可以講一聲就全部即刻靜晒、乖晒喺度。咁5-6年時間其實都話長又唔長，話唔短唔短。我成日都同我老婆講話，好彩2個又3個啊，差唔多10年㗎啦。企喺學校門口10年，即係人生其中10年就企喺學校門口度等唔知等乜嘢咁樣好似。但係咧，真光幼稚園就好奇怪，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嘅。有時喺街啊或者學校等緊嗰時咧，家長咧都會打聲招呼啊，笑一笑啊，打一聲招呼。咁呢個就係好親切嘅感覺。但係而家諗下，有時點解佢會笑？可能呢個爸爸就係嗰個咧，成日企喺度門口唔知等咩啊，一早企喺度咁遠，唔知喺度等咩嗰個爸爸咯。咁真光幼稚園咧，其實仲有係，因為我個仔咧，佢成日放學啊，唔係放學，放假或者放早時，佢成日都自己舉手話我可唔可以跟埋你一齊翻學校探翻以前嗰啲老師啊？同佢更新翻佢自己嘅最新情況啊，或者有時喺屋企咧，有時佢都會問個妹，哇邊個老師點啊？近排有冇見到佢啊？有時佢兩個喺嗰邊無端唱翻自己舊嗰啲兒歌啊，都會咁。咁我好多謝學校咧，就俾咗一啲咁開心嘅回憶俾我哋屋企啦，同埋小朋友。咁早2日，我個女又突然間同我講話，爸爸我好唔捨得學校。我唔捨得老師，好唔捨得同學，我好想喊。咁其實我都想同佢講，其實爸爸都好唔捨得，爸爸都好唔捨得你成長，唔捨得你大，唔捨得學校，唔捨得各位咁靚嘅各位老師。係邊間俾我老婆聽到就知點解我日日舉手翻學啊，接個女㗎啦。老師咧就好奇怪嘅，我諗個個都試過嘅，啲小朋友屋企好曳咧。你翻到學校同老師講2句咧，就佢唔知啊，好曳啊，唔知唔聽話，成日撳電話啊。同老師講完又搞掂㗎啦，過2日變咗第2個人㗎啦，唔知點解。同佢講話打機啊，撳電話，佢就好似毒品咁，唔要啊，唔得啊，唔可以啊。咁老師真係好厲害咯，就係覺得，即係佢講1句嘅，好過家長講成100句都冇用嘅100句。咁都唔講啦，留翻時間俾其他家長。我驚我老婆撩我，知我長氣啊，再講落去都有啲冇機會再講。咁我呢度希望各位小朋友就繼續懷住個天真嘅愛啊、回憶啊，繼續去發展，展翅高飛。好多謝各位。多謝順義爹哋嘅分享。
好，然後請上高愛許宇軒家長。唔好叫我，好緊張，唔好叫我，好啦。今日我媽咪都喺度，但係我冇同佢講我今日會上台。校監、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大家好。我原本以為今日我仔仔會喺度嘅，點知原來佢睇唔到我。我係上高愛班嘅乳豬媽咪，好榮幸亦都好緊張可以企喺呢度，代表我哋自己班，代表我仔仔，同大家分享呢3年喺真光嘅點與滴。時間過得好快，我仲好深刻記得3年前送乳豬返學嗰陣，佢喺課室門口喊得好犀利。由屋企門口出發，其實佢已經喊緊，好心痛。但係我知道呢個係第一個俾我同仔仔成長嘅機會，所以就算我幾唔捨得、幾心痛，我都要轉身離開，將佢交俾真光，交俾老師。我第一個想多謝嘅其實係當時駐校嘅姑娘。因為佢見我喺課室門口喊得好犀利，然後佢遞咗張紙俾我，上面寫咗佢個電話，拍一拍我嘅膊頭同我講：媽媽你 OK 啊嘛？如果你真係好擔心仔仔呢，你打俾我，同我傾下偈。但其實因為係嗰朝早我屋企隻刺蝟離開咗，所以我忍唔住喺課室門口喊。但係其實我依然都好多謝佢，因為其實佢係俾咗一份安心我，俾我知道其實真光除咗照顧小朋友之外，家長嘅情緒同埋需要都係同樣被重視。呢3年其實唔單止係乳豬幼稚園生涯嘅3年，亦都係我哋作為爸爸媽媽嘅第一場修練，一場矛盾嘅角力。望住嗰個書包仲大過佢嘅人嘅小背影，一日一日咁樣長大。由最初出門口，佢會喊，佢會扭計，到而家我日日問佢返屋企我做咗啲乜嘢啊，佢都係答我唔知，淨係答我食咗啲咩茶點。到而家佢會換好校服，坐喺度等你出門口。入學校拖住個女同學，佢眼尾都唔望我。佢放學好興奮咁樣同我講：啊，今日盛老師獎咗張貼紙俾我，我爭一張就可以換架車。嗰種其實由懵懂變成有主見，嗰種依賴佢慢慢變成獨立。其實嗰種感動同埋不捨，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家長同埋老師都身同感受。我好記得第一眼嗰陣時望住盛老師，雖然戴住口罩，但係我同爸爸講：哇，盛老師咁靚嘅，但係佢好似好後生，嗰日又咁溫柔，得唔得㗎？因為我個仔仔都比較調皮，咦？但係盛老師好似好少，潘老師好似好少少，佢應該鎮得住你個仔嘅。但係其實呢，老師就係有一種 super power。2位班主任其實每日上下晝湊住60個小朋友。我一放假，我照顧佢哋2兄弟，其實我已經好想返工。所以要照顧佢哋嘅需要，包容佢哋嘅耐性，同時2位老師要 hold 住佢哋嘅專業同埋情緒，其實真係唔容易。由初開學，我日盼夜盼，盛老師你快啲打俾我啦，打俾我同我講下，即係乳豬今日做咗啲咩啊？有冇奶 Vivi 啊？到 K2 啦，盛老師你千祈唔好打俾我，因為你一打俾我呢，一定唔幫有好嘢。到而家最後1年啦，我每一次見到真光嘅來電顯示，我會好珍惜，因為我知道同盛老師傾嘅機會越嚟越少。但係有時呢，我都會好妒忌呢個女人嘅，因為呢，佢同我講話乳豬攬住佢，叫佢唔好咁辛苦喎。跟住見到 Esther Bunny， 佢同我講話我要買啊，我以為買俾我，然後佢話我要買俾盛老師。跟住佢有一晚同我講，佢話我好想畫一張生日卡俾盛老師，但係早盛老師幾日生日嘅爸爸都冇收到乳豬畫嘅生日卡，所以其實我真係好妒忌佢。但係呢一份呷醋嘅背後，其實係無比嘅安心同埋感激，因為我知道乳豬喺真光入邊係俾你哋2位滿滿嘅愛包圍住。由乳豬唔肯放開我隻手，到而家同我講話我唔想升小學。唔捨得真光，唔捨得盛老師同埋潘老師同埋一班愛班嘅小朋友。到而家其實係你哋用你哋嘅時間同埋心機拖住佢哋隻手，陪佢哋行過咗人生最重要同埋最童真嘅3年。到今日佢哋畢業啦，佢哋帶走嘅唔單止係學到嘅知識，而係你哋喺佢哋心入邊種下嘅善良同埋勇敢。
我相信無論佢哋行得幾遠、飛得幾高，成老師同潘老師一定會喺佢哋心入邊最美麗、最溫暖嘅位置。同時，我都希望我哋愛班嘅小朋友喺為你哋寫下咗一篇又一篇難忘又窩心嘅回憶。育兒嘅路上其實真係唔簡單，仲好長。我哋啱啱先至開始，但係我感恩讓我越等真光，兩位校長、各位老師，同埋仲有一班互相扶持嘅媽媽同埋小朋友陪我行過咗呢3年。因為有你哋嘅愛，每一位小朋友先至可以無拘無束咁樣去探索呢個世界，揾佢哋屬於自己嘅舞台，繼續發光發亮。喺呢3年入面，你哋兩個付出嘅心血絕對唔會比我哋少。每一場讓家長感動嘅表演，其實背後係藏住兩位老師默默嘅付出。我想借呢個機會，再次多謝我哋愛班2位最美麗嘅班主任，盛老師同埋潘老師。多謝你哋呢3年嘅包容同埋耐性，辛苦你哋啦！多謝大家。多謝媽咪嘅分享。最後請上高線鄧樂之家長分享。校監、校長、副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大家好，我係樂之嘅媽咪啦。咁我問鄧老師同徐老師，其實今日上嚟要講啲咩㗎？佢問可唔可以幫手講下嘢？我話咁講咩呢？但係咁佢話講啲感恩嘅説話啦，多謝嘅説話啦。咁前面咁多位家長都講咗啦，咁我就諗住講下其他嘢啦。我就覺得小朋友入咗嚟真光3年，點解要揀真光呢？我聽好多媽咪分享過，入到嚟真光呢，啲小朋友好乖。點樣乖法呢？由入門口開始。我路過其他幼稚園呢，啲小朋友呢講早晨就係早晨。真光嘅小朋友係點樣講早晨㗎？手擺後面，90度鞠躬。佢哋唔淨止同老師講早晨，見到姐姐都會講早晨。佢哋喺街度見到其他人都會講早晨。我嘅小朋友搭小巴落車會同司機講唔該晒司機，拜拜。呢個我覺得係真光教到俾小朋友嘅嘢。除咗有禮貌乖之外，仲有乜嘢呢？係感恩嘅心。係呢樣好難，好難。我自己都好難教到小朋友，但係佢喺真光學到。點解呢？佢翻到嚟會同我講話：媽咪辛苦晒。我知道係學校教佢嘅。咁佢會食飯嘅時候同我講話：媽咪，你煮嘅飯好好食啊，多謝你。其實佢翻學除咗學術可以出去補習，可以自己教，可以好多方法。咁但係呢啲價值觀、感恩嘅事真係好多謝老師，多謝真光每一個上上下下嘅員工，係去悉心咁去用自己身教去教俾小朋友。所以我係非常之多謝真光每一個上上下下嘅員工，將咁多個真光嘅小朋友都教到咁乖、咁有禮貌、識得感恩。咁見到小朋友由 K1 入嚟啦，而家到 K3 好大個啦，目測可見嘅成長，由6號嘅校服裙到而家12號校服裙，但係嚟到呢度嗱，我唔會再買㗎啦，一早講咗，因為高得太快啦。咁點樣？除咗見到佢肉體嘅成長之外呢，其實都見到佢個人真係大過咗。佢前排同我講，佢話媽咪啊，我唔想咁快大個。我話點解啊？我唔想畢業啊！我唔想離開鄧老師同徐老師，我唔想升小學啊！我好掛住我啲同學啊！咁我就忽然間覺得，哦，原來真係大個咗啦！佢知道咩叫做唔捨得，知道咩叫做離別。係佢同媽咪講拜拜嗰啲唔捨得咧係假嘅。媽咪，我唔捨得你，跟住就轉頭走咗啦，頭也不回嗰種咧係有少少假嘅。但係佢前排同我講嗰種唔捨得係好真心嘅。佢話：如果我哋畢咗業，係咪冇得再見到其他嗰啲小朋友啊？係咪唔會再係鄧老師同徐老師做我嘅班主任啊？我話都係嘅，不過你會識到更加多嘅新朋友，你會見到其他嘅老師，同埋你放假嘅時候咧可以翻嚟探佢哋。
咁我自己睇過一本書啦，就係龍應台嘅《目送》，我覺得講得好好嘅就係咩呢？所謂嘅父母子女一場呢，其實就係講今生今世你哋嘅緣分呢，就係不停咁樣目送佢離開。我諗翻第一日拖住佢入學校門口，咁我女好叻嘅，冇喊嘅，佢都頭也不回咁樣拜拜，跟住就入咗去啦。咁係我第一次目送佢啦。咁然之後每一日翻學目送啦，嚟緊上到小學又再目送佢啦。咁但係都好多謝喺呢個慢慢目送嘅時候，喺我睇唔到嘅地方，真光嘅老師、真光嘅同事、其他嘅家長、其他嘅小朋友喺我睇唔到嘅地方幫我照顧住我嘅小朋友，係非常之多謝。呢個係我好感激嘅地方。而最後要多謝鄧老師同埋徐老師，係啦。佢哋有講嘅，佢話讚下佢哋咯。咁其實真係要讚嘅地方係太多啦。除咗嗰啲咩溫柔美麗啊、大方啊、得體啊、幽默啊嗰啲咧，全部大家都知啊。要多謝佢哋兩個真係好合拍。佢哋兩個係補位補得好好嘅，即係可能接放學嘅時候，鄧老師同緊一個家長講緊，徐老師係會叫另一個家長上嚟，佢唔係就咁叫個小朋友走嘅喎，佢會同佢講啊，佢今日咧喺學校發生咗咩事，係兩個老師都好清楚學校小朋友入面佢哋今日經歷咗啲乜嘢，係好多謝兩個老師3年嘅照顧，多謝晒。咁希望第日大家有機會喺元朗見到面都會認得啊！呢個係真光嘅家長啊，嗰個係純意爸爸社期第一個嘅，係啦。咁啊小朋友見到面咧，佢哋好犀利㗎。正校又識啦，其他班又識啦，成日行過喺度嗨，我話你嗨乜嘢啊？咁佢就嗰個係邊一班嘅同學啊？咁樣我話哦，咁樣係啦。咁希望佢哋上到小學啦，可能喺學校入面會遇到啦，又或者喺街度撞到咧，都可以繼續延續呢份真光嘅感情。係啦，多謝晒大家。多謝樂之媽咪嘅分享。喺呢一度好多謝咧各位家長同大家分享佢哋嘅心聲。現在我哋準備咗高班校園生活嘅回顧片段，請各位家長細心欣賞。碎曬乾變百葉，早起天會放光，空氣始終不會短缺。三江枯輝各有功能，你我構造奇妙。大地生機循環不息，一生考察無法識透。萬物實有主宰，只需睜眼細細看。野獸晚間可見到，螞蟻細小會做巢，深海魚會發光，都靠創造主去管理。
夜中花土若迎蜜蜂，眾讚主你偉大萬有認同。明月光與朗日浮沉半空，群羊集體腳搖動。共唱出創世原理，四方都高歌不停，萬物同和，眾讚聲晝夜共鳴。螞蟻爬過也拍手歡呼歌詠，造物奇妙世間和應。地與海，光與電，雷或風，是你掌控世上萬有服從。紅日升雪降在嚴寒冷冬，銀河亦因你而動。共唱出創世原理，四方都高歌不停，萬物同和，眾讚聲晝夜共鳴。螞蟻爬過也拍手歡呼歌詠，造物奇妙世間和應。共唱出創世原理，四方都高歌不停，萬物同和，眾讚聲晝夜共鳴。螞蟻爬過也拍手歡呼歌詠，造物奇妙世間和應。共唱出創世原理，四方都高歌不停，萬物同和。我相信高班嘅小朋友都已經準備好啦，我哋以熱烈嘅掌聲請佢哋再一次進場啦！全體老師以及各位畢業同學，好想喺度向各位獻上衷心讚頌。我哋會唱出《天父的花園》呢一首歌嚟送俾在座各位，以及一直保守住我哋嘅天父。我哋選唱呢首歌係因為真光幼稚園就好似天父嘅花園一樣，喺天父嘅帶領下，老師就好似花園裡面嘅園丁，每天悉心灌溉花園裡面每一朵花朵。當然每朵花就係我哋愛惜嘅每一位畢業同學啦。盼望每一位畢業同學得到天父嘅保守，能夠繼續成長。請畢業生起立，亦請全體老師一同獻唱。
接住落嚟，全體嘅畢業同學話，佢哋除咗唔捨得陪伴咗佢哋走過3年幼稚園生活嘅一班老師之外，仲要特別喺今日嘅感恩會向爸爸媽媽送上感謝，多謝你哋一直嘅養育之恩，盼望未來嘅日子都會得到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勵。依家老師會將花束交到小朋友手中，小朋友你哋要好好保管支花啊！現在全體畢業同學就唱出《橋》呢首歌俾爸爸媽媽，請各位家長細心留意歌詞內容。詞係咪好有意思呢？但係小朋友話唱歌都唔夠喎，佢哋要喺呢度送上少少嘅心意。當家長一陣接返小朋友嘅時候，會將花束送俾爸爸媽媽。請畢業生仍然站立。現在請畢業同學先行離座。今日嘅感恩會去到呢一刻已經係尾聲，再一次多謝各位蒞臨出席。喺呢個時候，我哋請兩位校長陪同英校監先行離座，亦請家長安坐於座位上等待放學嘅安排。